惠陽淡水啊，人民醫院附近啊，亦即係惠陽高鐵站附近啊，有個住宅樓新起嘅嚇，新建，佔地80個方啊，仲帶個院仔，呢個院仔都有60-70個方嚇。門前呢條路呢，雖然唔係好闊，但係停車一啲問題都冇。嗱，呢度有個停車場嚇，呢度就可以停車嘅，因為佢呢度係盡頭路啊嘛，呢度可以停車，仲可以過其他車添啊。你睇呢個院仔，院仔都有60-70個方啦。入邊係清水房，無批冇裝修嚇。仲有冇嗰啲老細喺惠陽淡水有自建樓要賣嘅，或者要辦證啊、房屋過戶啊嗰啲，仲有嗰啲遺產繼承啊、生前遺囑嗰啲嚇，我哋都好熟嘅，都可以諮詢代辦。有冇老細感興趣嘅？佢依家呢棟樓係賣190個，190個啊！